IG camera。哇！好俾面你啊！同小朋友拍呢啲 MV 啊，所有成咧係最高難度嘅之首啊！每個小朋友嘅屬性都唔一樣噶嘛。讓我道歉，是我贈你滿場，未算沒勢，但也未算很理想。天暗得阻礙你閃亮，沒有用處，亦記住要善良。大愛是玩笑，但也別要改信仰。壞時代需要他滋養。當你抱住啲小朋友，佢成個人挨晒落嚟度咧，你係最 high 嘅時候，即係佢信你嘛，係咪啊？瘋狂嘴嘴啊！熱吻男，熱吻，熱吻男啊！變成柔軟的湯，去調和各種苦況，變成甜美的湯，去平衡身之不安。旁人或者不會厚待你，地球這軌道。小朋友啊，就算啊呢個世界啊幾黑暗啊，好似要保持善良啊，遇到啲咩壞人都好啦，都唔好俾你嚇親啊！有人還是會不爽，那同甜美的湯，卻從來不會被人作廢的途過。你已仔細到苦，仍然相當。若夠喜歡世界，沒什麼可重撞。願你首先出錯，萬物因此茁壯。我係花，我唔喐嘅，我冇生命㗎。你唔會食我嘅，你唔會食我嘅。先知你唔食花嘅。但係喊十咧，點啫？咩事啊？又係咁啊！哎呀，成條褲都係。我都好盡力咁樣扮大人㗎，其實同你哋係同一個 level， 我只要用翻自己真身就得㗎啦。Oh no no no！ Yay! Come for him! Hi!